华视在地新闻，后来乡亲啊，咱继续来看超市这间进口商进口巴西鸡卵，这个争议是一件接一件。上新的争议是，一般这个阿巴庄的鸡卵，医生讲真会去互微生物来污染，上久袂使放超过4礼拜。但是超市伫5月底进口的巴西鸡卵，到打4个月啊，还伫市面上咧买卖。 安尼，卵敢袂超过期限，敢袂歹去咧？农业部是来补回讲，巴西鸡卵因为长时间运输有抹迄种食用蜡，所以保存的期限上久会当到4个月，也就是120天。结果，国互分粮馆长张立生来痛骂讲，超过120天的卵，敢还会食哩？莫非是铁蛋是铁卵素？ 超过120天，这样的鸡蛋还能吃吗？它是铁蛋吗？环林馆长刘立生卖农业部，而这呢生气，就是因为超市进口的巴西鸡卵，红野了的这批鸡卵，为5月底就进口，严格高达4个月啊，有原是伫市面上继续卖。农业部回应讲，进口卵顶管有测食用的蜡来延长保存的期限，严格有原因发掉食安的记录。5月30号之前装船的鸡蛋，然后到了这个销售架上，告诉你制造日期是9月6号，然后我们的农业部竟然说这是符合规定。农业部透过面册文章来强调，鸡卵有效的期限是按照运送的规定控温来无同，有效的期限按照来原厂的标示是4个月。有面册专业找到巴西鸡卵原厂的文件，顶管明确写上架时间是110天，和农业部有出入。对于他们这个专业上的部分这个有所质疑了食安上面或者是这个效期上面是可以这样做的，这当然要有所质疑。冷链的保存条件，从进口的过程来说做得比较好，从专业上面来判断，应该是到9月底。农业部背回包装鸭顶管制作的一期，是伫台湾生产的一期，不过永远有一寡上架咧卖鸡卵，表示保存的期限竟然是到10月初5。日期不符，和进口的日期不符，这是我的疏忽。即马迄个需要是你讲这标示不符，阮就专门拢回收。农业部为了证明鸡卵无禽流感，来公布存源的日期，严格说以外引起到食安的记录，嘛互进口卵的争议继续摊烧。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